后来继续往南，来到嘉义甲台南，昨尾嘛是落雷公雨，有袂少人下班拄好去赴着这场雨，想讲赶紧冲转去厝内避雨，想袂到有民众一转去到厝，发现客厅的冷气孔喷水，甲这个电视是破甲淡糊糊，掺插座嘛拢积水，而且顶茶的涂骹帮嘛拢浸水，实在真无奈。气象署讲，这礼拜全台湾各地过道拢会落雷公雨，后礼拜恐惊阁会做风台。民众厝内客厅大喷水，水为电视后壁迄道壁的孔喷出来，电视总台下开插座嘛拢是水，插头涂骹嘛浸伫水内。民众无奈搬水桶，用倒步吸水，要吸袂了。雨势太大，外面的排水孔没有办法及时宣泄，原本那个盖子给冲破了，水就整个就下来。民众真无奈，昨尾阿嬷家己拼大雨，下班风压甲淡糊糊，赶当去厝要避雨，结果厝内客厅喷水。赶去台南看棒球的民众，坐伫有大边仔的位，外口咧落大雨，边仔内落小雨。顶板里面因为比赛的过程有产生高危球之后，已经有撞击到有一些凹痕的现象。体育局表示，已经请厂商来检查，看明仔阁有倒位破孔，会赶紧修理好。无紧袂用急，因为气象署观测全台各地，这礼拜拢会有雷公雨，后礼拜也阁有可能有风台。菲律宾东边。这个热带云系的一个发展情形，它未来可能会有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的一个趋势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南边的一些热带扰动发展。根据欧洲和美国最新的预测，欧洲模式显示，7月23到24可能有轻度风台等级会通过台湾东北部的外海。美国模式预测是中度风台等级，赶快伫7月23到24期间为花莲登场。气象署也提醒，这个热带系统都要密切关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